为了要改善过路人的交通权益，交通新制今仔开始施行有5大修正重点。其中呢，这轿车、奥多摆若准无停落来让过路人过，罚金上悬已经9到6000块咯。而且这标准是爱离过路人3公尺以上。交通部长王国材也呼吁民众，这过路人也爱特别注意，唔通伫咧车路顶头买手机啊，甚至是违规装过车路。交通新制实施头一天，因看到大路的汽车、机车，看到过路人拢行过才驶过，避免去弄到人。台北市警方也加强处理，到30中度已经处理26件违规。新北市也开出新制提悬罚款上限了后，头一张机车无停让予过路人过违规罚单。取缔标准就是针对车辆行经行穿线，与行人行进的方向距离一个车道约3公尺就是以3个整木纹为标准。为了改善过路人交通的权益，交通新制6月30来实施。5大修正重点是：车辆无停让过路人，罚款上悬提悬到6000块；违规记点累计期间由半年延长到1年；无照骑车也是开小型车，上悬则罚24000块。车辆超速达到40公里就认定是严重的超速，增加13项民众检举违规项目。行人本身也要很注意了哈，不能说因为停让，所以你滑手机或是任意穿越马路哈，这个部分在警察这边也会做一些取缔哈。不过，民众认为除了提供罚则，行人专用的记录或者系统是更加好的解决办法。不是有那种十字路口是车子一起走、人一起走的那种，就避免人跟车接触，这样不是完全100%隔离吗？人车分道比较好啊。你像以前行人路桥都有用，现在都把它拆光光。在其后，客运车车队结合市轨交通部市喇叭抗议，并且递到电竞批提出2大诉求。这是部分的路口行人专用号志并无做到人车分流，应该赶紧来改善。另外是客运车载客专有的停车点无多，载客开放检举，批评交通部配套计划无到位，扩大执行，造成司机的困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